耶穌睇見聖殿中嗰啲富有嘅人喺度慷慨奉獻，佢哋望落好似喺正確嘅地方做緊正確嘅事，但係點解耶穌不為所動呢？當撒旦冇辦法阻止我哋奉獻嘅時候，佢就試圖扭曲我哋嘅動機。我哋如果視自己為財物嘅主人，再以捐獻者嘅名義奉獻，咁即係將上帝從尊榮嘅位置搬落嚟，將榮耀歸俾自己。咁無論你奉獻幾多都好，耶穌都冇辦法悅納我哋嘅奉獻嘅。作為創造主，佢先至係當之無愧嘅擁有者，係承受萬有的。大衛宣告話：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。咁而我哋呢，只不過係受託管理佢資源嘅管家。咁而呢一份託付既有時限，亦係考驗。每當佢將部分財物交予我哋嘅手中，就係邀請我哋借住歸還部分嘅財物嚟到承認呢啲財物嘅來源。大衛總結呢一個過程話：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，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。呢個唔係施捨，呢個係敬拜。當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，拿供物進入他的院宇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獻上樂意捐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